艺人妥宗华一日搭机去新加坡，乘坐商务舱，没想到却疑似因失态，疑似骚扰空姐还有乘客，被机长请下飞机，被航警带走。对此，妥宗华也拍影片，表示自己当时喝酒，可能声音大声点，对于打扰别人感到抱歉，但未提及是否有骚扰空姐。艺人妥宗华，我面对的是我的良心，我面对的是我的弟兄，我面对的是我的国家。只要是对的事情，我都会去做。镜头前军装亮相，正气凛然，永远的班长妥宗华，形象深植人心。不过却被爆料在机上闹事。事情就发生在2月1日。妥宗华搭乘华航商务舱，从台北飞往新加坡，要去拍大陆的戏。不过疑似因为飞行途中失态，骚扰空服员，并对其他乘客大声说话。经过劝阻无效，被机长请下飞机，被航警带走。妥宗华也自拍影片，还原当时经过。艺人妥宗华昨天在飞机上喝一点酒，要过年了吧？所以就比较兴奋一点，声音可能大声一点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如果有打扰到别人的话，我在这边道歉。妥宗华澄清，只是说话大声一点，但有爆料者说妥宗华性骚扰机组员。不过经纪人否认。至于华航也发声明稿，说不排除协助被骚扰组员提告。